第二集資產審查回歸，歡迎嚟到 Medicare 白卡政策改變系列嘅第二集。我係譚姑娘，華埠分部嘅會員部工作人員。喺開始之前，再次提醒大家，保留有效嘅白卡 Medicare 福利非常重要，唔好錯過續保嘅通知。今日我會講一講2026年資產審查制度。乜嘢係資產審查？由2026年1月1號開始，65歲以上年長者和殘障人士申請白卡，需要符合資產上限條件。單身13萬，每多一位成員增加65000。以上資產不適用於領取 SSI 嘅老人家。乜嘢係資產？銀行賬戶、定期存款、投資同部分房產會計算在內。自住嘅房屋、一部汽車、退休賬戶同個人物品係不計算。例如李先生70歲，有12萬存款並擁有自住屋，佢仍然合乎資格。但如果佢有20萬嘅存款，就需要先降低資產，才能符合申請白卡嘅資格。面對針對年長者和殘障人士新增嘅資產制度，更要記得確保各項資產文件完整，避免因為資料不足而導致白卡保險被取消。如果有疑問或需要幫助申請白卡或更新白卡，請致電東北醫療中心，電話係1888-500-1886，撳2號聯繫會員部。下一集我哋要傾到福利削減同埋新增嘅月費要求，咁樣會讓部分病人需要承擔額外嘅財務支出。多謝大家嘅收睇。歡迎嚟到我哋 Medicare 白卡政策改變系列嘅第3集，福利削減同埋新增保費要求。你好，我係 San Bruno 會員服務部嘅楊姑娘。喺說明福利削減同埋保費之前，就係想提醒大家，就算福利有變，最重要嘅就係保留白卡有效嘅資格，同埋咁樣先至唔會完全失去醫療嘅保障。咁明年邊啲福利會被削減呢？無證成年人嘅牙科福利將會2026年嘅7月1號結束，不過19歲以下嘅無合法身份嘅未成年人同埋孕婦咧就可以繼續享受免費牙科嘅服務嘅。喺呢度需要特別提醒大家，擁有綠卡但係未喺美國住夠5年之上嘅人士咧，將會失去呢一個牙科福利嘅，直至到居住滿5年才可以恢復翻呢一個牙科福利。例如28歲無合法身份嘅何先生，2026年嘅7月將會失去牙科福利。張小姐剛剛2024年移民嚟到美國並有綠卡嘅，2026年7月後咧都會失去呢一個牙科福利。持有白卡嘅病人需要繳付月費嗎？是的，從2027年嘅7月1號開始，19至59歲嘅無證成年人，包括未滿5年以上綠卡嘅人士，需要每個月繳費30蚊嘅保費，先至可以繼續保持有白卡 Medicare 嘅。例如45歲無合法身份嘅陳女士，2027年開始需要每個月繳付30蚊月費，先至可以保留白卡嘅福利。福利和費用嘅改變會令部分嘅會員需要自掏荷包支付一部分服務，但記住，只要保險不中斷，就能確保基本嘅醫療保障。記得要按時回覆續期通知，填寫表格，準備好文件，更新地址同埋電話號碼，並在有效期內寄回給白卡中心。如果有疑問或者需要幫助申請白卡同埋更新白卡，請致電東北醫療中心。我哋嘅電話係1888-500-1886，按2號聯繫會員服務部。喺第4集，我哋會探討一項可能喺2027年生效嘅重大規定，咁就係工作時數同埋社區參與時間證明文件提交，會唔會對會員有咩影響？誰需要遵守，以及如何提早準備？